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39集。我是小张。倒边这杯就是世界有名的珍珠奶茶，但是这字茶伫运册内底的记录，拢毋是读作茶。伫公文内底有两个音会使读，第一个音会使读作茶，这个音大家拢知。第二个音会使读作茶，真的字典内底就是安尼写，但是为何咱拢甲读作茶？这集咱就要来讲清楚、说分明。这集小张要来改变一个做法，若是拄到较简单的字，咱就简单讲；若是拄到较复杂的字，咱才详细讲，才袂浪费大家的时间。伫顶一集内底，咱有讨论到一对互份，嘛会使讲是转运的韵母，就是 A 甲 R。小张有举两个例，就是这两字。第一个字文音读作接，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食。第二个字文音读作别，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壁。像这种的字是多也是少，小张会使甲你讲足多的。咱今日就要来讨论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伫集韵甲韵会内底用记、下、切，音读作甲，第三调的甲。但是这个字嘛会使读作第二调。第二调变调的时阵，就爱读作西的声调。所以这个字就会使读作家，家手他人。这个字的白话音安怎读？转运了后，就爱读作家，家归家怪，就是这个用法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集韵甲韵会内底用歌、花、切，音读作歌，第一调的歌，变调了后，就爱读作唱的声调。白话音读作歌，歌田李下。这个字的白话音安怎读？转运了后，就爱读作瓜。人若说种匏就会生菜瓜，这句俗语相信各位拢捌听过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文字。伫公文甲集韵内底用五、会、切，文音就爱读作月，第七调的月。古装片内底的元月，就是用这个字。这个字的白话音安怎读？转运了后，就爱读作外，第七调的外；变调了后，就爱读作白的声调。来神通外鬼，就是这个用法。咱继续来讨论一字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文字。这个字大家拢熟悉，伫韵册内底的记录读作月。这个月就是文音。小张有一个好朋友，叫做阿月仔，人水水啊！这个阿月仔若有看到，爱给我按赞下。这字月的白话音应该安怎读？转运了后，就爱读作月。有一句俗语：六月挂菜，家有心。各位千万唔通有这种的态度，唔通做这款的人。咱继续来讲一字大家拢熟悉的字。这个字伫韵册内底的记录读作花，文音读作花。花天酒地是无好的行为。这个字的白话音安怎读？转运了后，就爱读作花。卖花就讲花红，卖茶就讲茶芳。伫市场是安尼，伫社会嘛是相常。咱继续来讲一字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文字，就是这字。这个字伫韵册内底的记录读作家，文音就读作家。酒家女就是用这字家。这个酒家女就是趁食查某，趁食查某甲趁食人拢是艰苦人，为着生活不得已就爱出外走藏讨趁，做的拢是有风险的工课，亲像讨海人，有气无回的足济。酒家女嘛是同款，趁的是批肉钱，阁有危险性。若毋是为着生活所逼，应该是无人愿意做这款的工课。这就是趁食甲讨趁的本意。这字家的文音安怎读法？转运了后，就爱读作家，出家人就是这个用法。咱即摆来讲这个字，这个字会使讲是大家拢熟悉。伫韵册内底的记录，文音就爱读作택，택西波东。这个字的白话音安怎读？转运了后，就爱读作택，택厝就是用这字택，人拍厝택，鸡仔鸟仔掠甲无半只。就是用这字택。咱继续来讨论一个大家拢熟悉的字。这个字伫经文时代就已经存在啊。伫韵册内底的记录读作叉，文音读作叉，出差错就是用这字叉。
这个字的白话音安怎读？其实袂使讲是白话音啦。这个字的文音有真侪音，会使读作七，会使读作车，嘛会使读作叉。为着方便讨论，校长伫这个所在拢甲读作车。咱即马来看文献，伫玉片内底写参车不济呀，伫运会内底写参车乱丝毛，伫风俗通内底写风风来仪，畸形参车。我想这个参车应该毋是凊彩啦。敢讲历朝历代的运册文献拢挑工甲乌白乱写，我想是无这个可能性啦。搁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，嘛是大家拢熟悉的字。伫运册内底的记录读作下，文音读作下，第五条的下。老一辈的人就知，艺下歌舞剧团就是用这字下。这个字的白话音安怎读？就爱读作下。教育部有解说，日出甲黄昏的时阵，天顶的云若去互日头照甲红红，咱就会使讲红霞。是安怎校长要来讲艺下歌舞剧团？咱即马来看这张相片，上倒边这个看起来是毋是甲校长有淡薄仔相像？这张若是看了无详细，咱搁来看另外一张。这位伟大的女性，就是校长的妈妈。若安尼讲起来，校长你毋就真够跳舞？各位千万毋通误会，跳舞是阮老母的专业，校长是一窍不通啦。咱继续来讲新的字，这个字伫正文内底写甲真清楚，爱读作甲，第三条的甲。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嘛写甲真清楚，文音读作甲，白话音读作假。第三条变调了后，就爱读作好的声调。咱即马就来举例说明。听讲林志玲已经嫁人啊。搁读一摆，嫁人啊，三个字拢读作爸，拢读作第三调。咱若是甲加写一字，这个声调就会无共款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听讲林志玲已经嫁别人啊，这字嫁就爱读作第二调，读作好的声调。所以讲，咱这个台湾话闽南语的学问实在有够深，干那一个变调都讲袂完啊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中文内底用古别切，文音就读作结，结斗就是用这字结。这个字有另外一个读音，伫公文内底用古六切，音就读作角。你开车就开好好势，车就爱停伫角仔内底。这个字的白话音安怎读？转文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假。你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哦。开嘴合喙，拢要甲人教，你是咧外教。这字假就是这个用法。咱继续来讲新的字，这个字伫文册内底有记录，爱读作色，文音就读作色。转文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色。即马来举例说明。俺女朋友是大美人，皮肤白色色，这字色就是这个用法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伫经文时代就已经存在啊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疆土野声，所以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地。转文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大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阿外仔讲玻璃地是好所在，校长就甲应讲是啊，这搭风光明媚，山明水秀，确实是好所在。这字大就是这个用法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伫正文内底用破、架、切。音拍一开啊，所以这个字的文音就会使读作拍，第三条的拍，拍开就会使写作安尼，共义连词。咱继续来讨论这个字，这个字伫动文甲公文内底用撇、比、切，文音就读作撇。根据 E 甲 A 会使互相转文的原理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白话音，读作撇。第二条的撇变调了后，就爱读作西的声调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，伫前汉内底写安尼：吾大火之下，汉军皆披靡。这个是文音的读法。若是要读作白话音，就爱读安尼：汉军皆披靡，就是安尼用法。既然都已经讲到这，咱先煞来讲这个字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，伫集文内底写甲真清楚，爱读作麻；伫其他的文册内底有记录，爱读作眉。第五条的眉。意思分野。最近有一寡人讲校长袂跳舞，袂就爱写这个字，
写这个字到底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咱来看文献安怎写。音啦、声调啦、变调啦，咱拢莫管，咱就甲这字当作骂来做讨论。伫语雅内底写骂无呀，伫上书内底写命未祥，意思就是命无祥，无问题吧？伫诗经内底写未日不思，意思就是无日不思嘛无问题吧？咱即马来举例，小张，你会跳舞无？我袂跳舞，意思就是我无跳舞。安尼敢讲会通？小张是感觉真无妥当呢。若小张来写，我是写安尼啦。我袂跳舞，我袂跳舞，啥物人拢袂误会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即个字，大家拢熟悉的字，伫文册内底记录典礼册，音读作底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山鸡呀，一月下呀，由正文内底写气顿呀，典礼底，这是文音。转文了后，白话音就要读作大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小张选总统，各位停甲底好无？这个讲法无好，搁一摆。小张选总统，各位停甲大好无？这个讲法嘛无好，应该安怎讲？小张选总统，各位停甲大底好无？这个讲法上好，这才是正港的台湾气口。小张，你这个讲法敢有妥当？妥当喏。咱若是咧书写的时阵，咱写一字就会使啊；若是口说的时阵，就会使讲两字，无要紧，文白音相他。敢有影安尼？真的啊！咱即马就来举例说明。小张以前捌讲过，咱台湾人搞礼数，无三就不成礼哩。所以即马要搁来举两个例。第二个例，先来讲书写的版本。你毋是讲2点，为何到3点才来？即马咱来讲口语的版本。你毋是讲2点，为何到3点才来？到甲两字连用，文白相他，不知不觉中间，咱拢是用这个讲法。但是，小张也未讲互你听，所以你无发觉。要来讲第三个例进前，小张要先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伫文册内底有记录，爱读作加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义象征加呀，文音读作加。转文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加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头家，我要加一粒卤卵，这字加就是这个用法。咱即马就来讲第三个例，先来讲书写的版本。头家，我要加一粒卤卵，你嘛会使讲头家，我要加一粒卤卵。即马来讲口说的版本。头家，我要加一粒卤卵，加两字连用，文白相他。搁一摆证明小张的理论。咱即马来讲这集内底的上尾一字，这个字伫文册内底记录爱读作节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步处呀，伫公文内底写足节呀。文音就爱读作节，转文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食。咱用教育部的资料来举例说明，无文献的人讲话就是无影无只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这集小张讲超过20字，拢是 A 甲 R 互混，嘛会使讲互相转运的字。第二，小张拢用同款的理路、同款的方法、同款的标准来找音、来找字。第三，到今为止，小张已经找超过60字的白话音。第四，大底、到甲、加两字连用，文白相他，这就是咱台湾闽南语口说的特色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